我哋機械人係支配全宇宙嘅統治者，首先就係地球。去啦，利路路。係。有一日，個天跌咗啲嘢落嚟，就係巨型機械人嘅組件啦。大雄啊，小心啲啊！走啦，聖誕武士完成啦！係咩嚟㗎？就對話盒啦！好得意啊！呢個波變咗咁嘅樣喎，就叫做皮包啦。唔好亂咁幫我改名。你話乜嘢話？你哋地球人好快就會成為機械人嘅奴隸。當鐵人兵團嚟到，你哋呢班地球人，你話鐵人兵團要攻擊我哋？係啦，同我捉晒啲地球人。利路路，你真係覺得人類係冇用嘅生物？危險啊！利路路，係咪一定要捉晒班人類做機械人嘅奴隸啊？皮包！利路路，如果咁做，你就會消失㗎啦！利路路！電影哆啦 A 夢，大紅魚，鐵人兵團。7月28日，鐵人大作戰。